我们线上的课程仍然照常进行哦。我们要在线上多做对话练习，还有书写的练习，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那我们今天呢，要换妈型的动词。我们上次呢是咪型动词，那我们今天是延续我们时态的课程。那今天是妈型动词，那我就慢慢的来介绍。首先的嘛，姑姑呢词汇，今天妈型动词有哪几个词汇？好，这个是在 OC。OC 它本身 OC 就是计算数数字的意思，如果加上前缀妈的话，就是马 OC。马 OC 就是讨厌或不喜欢。好，这个都是 elul 就是想念、怀念、思念的意思。马 elul 也是一样，想念、怀念、思念。这个嘟噜 fugir 加上前缀马 fugir， 意思就是不懂、无知或不会。好，接下来这个是八 to us， 马 to us 就是老人、老一辈。马 to us 跟那个李邓或是也是一样的意思，好，老人或者是长大、年纪大、年老的意思。第五，达瓦加上前缀马达瓦，就是笑或者是大笑。Sakanem Sasak 出来或是出去。Masasak 出来、出现、显露出来的意思。Sakabidu 好蝴蝶。马蝴蝶就是睡觉，就是睡眠的意思。好，这个发路第八个，个嘚儿加上前缀马个嘚儿。那个要念弹舌音哈，日的音马个嘚儿，生气或者是愤怒的意思。好，这个希望是跟 reon， 这个也是弹舌音哈。reon 的意思就是很凶恶哈。如果是加上前缀马 reon， 就是凶狠，也就是很坏的意思哈。这个 modep 第10个词汇是 firang， 如果加上马 firang， 就是生气、发怒的意思哈。这个沙包子在打闹，加上前缀马打闹，就是害怕、恐惧或者是惧怕的意思。好，接下来瓦杠马瓦杠，仰卧或者是躺卧，或者是面朝天躺着的意思。好，接下来最后一个，这个沙包嘟噜好乌噜，加上马乌噜，就是害羞、害臊或是羞耻，或者是礼让、尊敬。很多意思，还有不好意思的意思在里面。就是马乌噜，就是害羞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用这几个词汇来进行我们下一句今天的时态。今天的肯定句是马达瓦奇法伊
赌娃娃。那我们今天的范例是马达瓦啊，阿姨笑小孩，马达瓦起发音赌娃娃，就是阿姨笑小孩的意思。马达瓦就是笑，我刚刚有说马达瓦就是笑或者是大笑。好，起发音赌娃娃，阿姨就是阿姨，赌娃娃就是小孩。好，那接下来等一下我们要用我们刚刚上面这个妈型动词来换马达瓦啊，我们可以把马达瓦这个动词换成马欧记，或者是马格德尔啊。好，我们来进行第一句哦，开始做练习啊。那时态就是现在简单式，中文就是阿姨每天笑小孩。中文的意思，阿姨每天笑小孩。主语的部分是马达瓦吉法伊杜娃娃杜罗米阿米阿马达瓦吉法伊杜娃娃杜罗米阿米阿。好，马达瓦就是笑的意思，吉法伊就是阿姨，杜娃娃小孩。啊，意思就是说，阿姨每天笑小孩。那我们把这个黄色字体要换成刚刚的我们这里所念的任何一个词汇都可以。你可以换马 error 动词要换，达瓦要换成 error 或者是你喜欢的句子来做练习，或者是马乌路之类的动词。好，那进行第一句哦。希望线上的师长或者是好朋友来一起做练习。第一句，我们的范例是马达瓦笑，那我们要换字根，我们可以换马埃鲁啊。举例，马埃鲁吉伊娜杜娃娃杜罗米阿米阿啊，就说妈妈每天想念小孩。达瓦要改成其他的妈型动词。那那么那么大过你那好，现在简单是第一句哦。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范例，马达瓦是笑，那我们要改。我们的时间副词也是跟之前的时间副词对应一样哦，只是我们今天的句子是妈型动词。如果有写好的，就可以上传到我们的通话中的讯息栏这边，你写的自己练习念。今天有很多句子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写几个句子来做练习。今天和伊萨嘎子在，现在简单是马达瓦吉法伊杜娃娃杜罗米阿米阿。我们的时态有现在简单式，还有过去简单式、未来简单式、进行式哈。这个几句我们都要练习哦，总共7句，我们慢慢的来书写练习。我们看一下单字和字根阿里嗨，你好。如果你们忘记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有马格德尔
马克特尔就是生气，马瑞昂就是凶恶，还有马达闹害怕，或者是马一路、马欧系都可以来做练习哦，句子练习。把时间交给大家哦。那么米达古尼呢？第一句，哦，好，马老多的马姑姑，你首选你的，Ay, mafilang ci Alik tuwawa ningla tu saya. 嗯 Alik 每晚对他的小孩发脾气。很好。马菲让就是生气，哈。di arik 啊，arik 是人名，娃娃宁拉杜，saya 啊，arik 每晚对他的小孩发脾气。哦，对你用的动词这根是肥让哈，马肥让就是生气，很好哦。我们马形动词有很多字根可以用啊，马肥让就是生气。谢谢我们的朱显浩写的非常好，线上的好朋友要赶快写哦，把握机会。马肥让就是生气、发怒啊、发脾气的意思。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字根哦。你还有个字根的米达号，这个13个词汇都可以做练习，替换练习。好，马老多多马姑姑你爱丽丝，哎好，还有信息，哎，马达瓦或者是马达湾及南莫米亚拉杜达波尼拉杜卢米亚亚什，南莫每天忘记拿他的便当。哦，好，谢谢，能大号还马达瓦尔或者是马巴万及那么米阿拉杜拉夫尼拉杜罗米阿米阿什，那么每天忘记拿他的便当，对，马巴万或者是马达瓦尔都一样，都是忘记的意思。那么是一个人名哈，米阿拉都答复就是便当哈，都罗米阿米阿哈每天，那么每天忘记拿他的便当，是的，谢谢哦，句子写得很好，好，继续哦，我们在第一句做练习哈。打蛙就是我们今天的例子范例，所以我们要换别的妈型动词。我们等大家线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做练习，简短一句也没关系主要上线就是做对话，增加自己的书写能力，或者是听说读写。如果写完的还有下一句哦，可以做准备。那我还是往上翻一下我们的字根如果有在书写的，或是还在写词汇的，也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把它全部抄起来，等一下方便你做练习。好，你来好，古米蒂里来好。
可以上传哦。这几天，明天就是中秋节哈，大家都赶着回家乡团圆哈，要准备烤肉了，所以可能其他的学员也回家了，或者是慢一点上线，那我们就今天的线上的学员要加油哦！在这人呢，努米达好，闽南南好，第一句还有人选吗？你来后，你就可以上传哦。我们等大家一下。打兰回答过鲁马鲁马。我们的那个每天也可以写成杜米和扎按啊，周期性的时间哈，每个月杜弗拉饭，还有每周杜哔哩吧哩吧样，还有每日，刚刚大家都用杜鲁米阿米阿，或者是每个小时杜大杜基按，好，很好。我们把罗米阿米阿杜罗米阿米阿可以换成每年或每月、每周、每日。好，然后马劳努马古古尼爱丽丝啊，爱丽丝，马里在吉纳阿吉阿玛都什马努达亚都沙亚，妈妈和爸嗯爸每天晚上聊工作的事情。好，马拉里在，如果是聊天或者是互相讨论的时候，要用马马拉里在，要变成要加马拉里在。哦，好，马里在吉伊娜阿吉妈妈阿吉阿妈都什么努达亚都马拉亚，句子是没错，可是马里在好像是被问了，被询问。马拉里在就是你现在中文的意思是说，妈妈和爸爸每天晚上聊工作的事啊。马拉里在应该是马拉里在，可以吗？米里奥哈扎米迪里什卡过，聊完下，哎，对，麻烦那这个数在叫号，聊完下在农民说米伊哩。如果互相聊天讨论事情，马拉里在哈，意思是对哈，马里在的阿姑要被我问了，就是马里在。如果互相聊或是互相讨论，就要用马拉里在，互相讨论的意思。如果是按照你中文的意思，啊，聊完后农民说还，好的，我先头。马拉里在吉纳阿吉阿玛都什马努达亚都沙亚。好，马拉里在吉伊纳阿吉阿玛鲁什么鲁德亚鲁拉亚，很好，很好哦。拉亚也是每天好，每个晚上。好，谢谢爱丽丝，好，写的句子真好。那如果第一句还有人还在写，还在想，没关系哈，那我们就接下一句哦。下一句就是时态的部分，就是过去简单式。那中文呢？阿姨昨天曾笑小孩。阿姨昨天曾笑小孩。一样哈，我们的例句是马达瓦读，这里是曾经的曾哈，马达瓦读几，法伊读娃娃，伊那吉拉，马达瓦读几，法伊读娃娃，伊那吉拉。好，马达瓦读就是成效啊，几法伊一样，阿姨读娃娃，伊那吉拉。阿姨昨天曾笑小孩。一样哦，我们要加上度哦。
马菲朗度，好，你沿用你上一句的字根也没关系。好，我们要加上成效小孩，或是成怎么样。伊那吉拉啊，这是过去简单式咯。伊那吉拉过去简单式。好，我们做第二句的练习哦。我们时间副词有去年以阿幺努尼阿米和扎啊，就是过去了嘛。以阿幺努尼阿弗拉，上周以阿幺努尼阿里巴。然后satu哟，线上的师长还有学员，大家努力哦。好，我们把每一句子都要多做练习。satu 啊，昨天阿姨昨天曾笑小孩。Matawatu 请翻译读娃娃。那急了，我们可以改成 Mailur 读及嘎嘎读沙发。那急了，我们可以把达瓦改成 Ilur 或者是其他的字根哦。第二句哦，要加上读。过去式简单式，阿姨昨天曾笑小孩。Matawatu jika itu wawa inajila，我们把时间副词可以改成以阿幺努尼阿米哈扎案，或者是以阿幺努尼阿弗拉，就是上个月，上一周就是以阿幺努尼阿礼拜。可以把伊那吉拉改成这3个时间副词，因为它是过去的动作，还有过去的行为，所以我们也要改。伊那吉拉也可以换成以阿幺努尼啊米哈扎。不弄给他米地里哦，我们要大家一起做练习哦。你可以写长长一句哈，反正大家今天
充分的练习。来，马劳多诺马姑姑，你爱丽丝，你给阿西班，马伊，好像拼错。马伊朗杜吉杜幺杜娃娃伊鲁玛琳娜伊阿幺努弗拉什，主要上个月曾家暴他的小孩萨嘎马格德尔国法法希尼毒药，所以毒药的太太很生气。哦，你念那个玛丽昂，马里昂，玛丽昂，马里昂，对，玛丽昂就是家暴啊，玛丽马里昂就是好，能的好。Mari ang tuji tu yao tu bawa iluma ningra i ayaw nu pulas。好，毒药上个月曾家暴他的小孩。家暴就是玛丽昂哈。Saga 所以 magterku fafahi 你毒药，所以毒药的太太很生气哦，写得很好哦。玛丽昂哈，可以哈。玛丽昂可以可以念出来了哈。玛丽昂，玛丽昂就是家暴或凶恶、凶狠的意思。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号，爱丽丝写的越来越棒哎，多做练习就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词汇不是，还是念得很好，但是可以做练习。像这个玛丽昂，玛丽昂，马里昂，来，然后打反玛丽，炸了。来，找个反正慢慢读。哎可是好像是一直重复。哎玛丽昂，玛丽昂，真的的确很难念。哎，来，谢谢，好，继续哦，继续做练习，好，还可以写第二句、第三句哦，爱丽丝，你要，厉害那个秘书米迪丽兰，你好了，在正这个，港固伊马蒂尼，你们呢，秘书里头技术，上路班扎哈秘书在教，哎秘书里头伊玛蒂尼爱多。然后还没污水咕噜嘛噜嘛没上线，好，有的还在路上，有的学员还在吃饭，刚好连续假期哈，大家都在忙着，采买，那么慢慢的就会上线了。那我们线上的就很多机会可以练习哦。之前我们是学习咪型动词，那这一周开始我们就要到妈型的动词做练习。闽南南号，那线上的学员也要可以哦，可以自己做练习哦。刚刚我都有妈型动词有很多可以使用的单字，如果你不会的话，也可以参考前面的句子。好，爱丽丝，马上结束，马斯法，我还没有写完，等一下，哦，打了 N 个多。我早好了，好了，嘎多，那itu hararaan harakat mi peniku kamai hao，手按的很快，这样。
我们在第二句哦，伊萨卡杜萨好，马达瓦杜，我们可以写成马里昂杜，好像爱丽丝这样子的字根。看一下，往下看一下哦，好，这些马劳杜努马姑姑的秘书。Ay, mairu tu jibanai jiinaan i kahofuzan ningla。本来在他生日的时候曾想念妈妈。哦，好，非常好的句子哦。Mailur 就是想念、思念的意思哈。Mailur tu jibanai jiinaan i kahofuzan ningla。板奈在他生日时候曾想念妈妈。对后我们都在生日的时候就会买 A 乐读音了。好，会想到妈妈生我们、养育我们很辛苦，总是在那个特别的日子想念买 A 乐读音了。好，写得很好哦，可以参考书写的哈，线上的，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好，马劳多诺马姑姑呢？爱丽丝。はい。Asfalto kakuto selakawan no panza saka minanam do tajiao no panza kaku imatini。我很佩服阿美族的文化，所以我现在在学习阿美族语。哦，对后，你说你在下面哈，然后那个马斯法，杜嘎古杜斯朗阿万努这子，佩服是马斯法吗？那爱丽丝有这个对啊，词汇吗？我查那个吴明义老师的字典，他是这样写。哦，他是写马斯法，就是佩服的意思哦。对。哦，很好呢，谢谢你。马斯法有咽头舌音吗？咽喉舌音就是伊拉发，多伊拉多。伊拉诶，马はい斯法哦，嗨，马斯法杜嘎古杜，斯朗阿万努邦扎。我很佩服阿美族的文化，萨嘎米纳南杜达吉奥努邦扎嘎古伊马蒂尼。所以我现在在学习阿美族语，哇，真好！如果大家都是像你这样马斯法，我们的语言就不会断了哈，就不会很少人去学习。如果很多人佩服的话，哇，我们复正主语就有希望了。好，谢谢爱丽丝哈。好，马斯啊，诶，他还老师，我有十九查是 SPA 是一样的吗？马 马斯 SPA 巴。跟 SPA。哦，对呀，所以他说赞赏是马斯巴，我我那个有听过。是蔡中涵的。哦，蔡中涵是马斯巴。爱丽丝说她有查过吴明义教授的马什法，马什法，很少呢，我今天才知道有这个词汇。可能一样吧哈，爱丽丝，马扎那个蔡中涵的是马什巴。沙巴马沙巴。啊，对，马萨巴个，对我们常说马萨巴，对，马萨巴个古迪苏呢，麻烦那米萨欧西讲马萨巴，我很赞赏，钦佩，就是羡慕的意思哈。马萨巴，对，刚刚还在想敬佩、佩服马萨巴，对，我们常说是马萨巴啦，可能马萨巴是比较深的单字吧。好，谢谢两位哈，那么用心。哎，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哦，往下看哈。如果线上的依赖后国米苏力在也可以哦，再补上来哦。我们做练习，我们时间够哈，不要担心。好，伊萨卡杜鲁都，未来式就是未来简单式这一句哦。阿姨明天将要笑小孩。
阿姨明天将要笑小孩。Umama tawa jifai tuwawa anusafak。Uma matawa 就是将要就是 uma matawa。uma matawa 就是将要笑的意思。子音重复mama tawa 就是将要。jifai tuwawa anusafak。阿姨明天将要笑小孩。一样哦，我们要把马达瓦改成其他的动词妈型动词字根哦，马埃鲁或者是马福吉尔之类的，我们刚刚看的字根哦。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换妈型动词字根哦。妈型动词的词汇哦，这边是欧西还有给乐，如果加上妈的时候，马欧西就是讨厌、不喜欢，马伊乐就是思念、想念。这里很多马夫吉、马杜阿斯长大马达瓦，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范例，所以我们要改马夫迪马格德尔、马里昂马菲让、马达劳、马瓦杠、马乌树阿里真的呢？字根要换哦，要换其他的妈型动词字根。好，现在伊萨卡杜鲁都用未来简单式。如果前面两句还有没有完成的，也可以继续学哦。我妈妈打我起发音读娃娃努沙发个。我妈妈打我打我要换别的字根哦。我们的例句是：阿姨明天将要笑小孩。那要换其他的妈型动词，这个是未来简单式哦。我们可以把阿努沙发改成阿努基拉阿米哈扎，就是明年，就是未来，未来式哈。下个月也是未来，阿努基拉阿弗拉，或者是下一周，阿努基拉阿礼拜。阿努沙发还有一个阿努基拉，也是明天的意思。我妈妈，我妈妈什么？我妈妈里昂，我妈妈埃罗将要想念。好，我们要做练习哦。第三句读好，加油！在这了努米达米纳南不拿句型哈。萨卡多鲁将要，我妈妈打我将要笑。第三句哦，马达瓦改成别的动词。晚上我们整句达瓦都要改成别的动词哦。来做练习。好，能当和你，很快哟，爱丽丝。好，那么速度。はい。Mama sapa kiso to tanang no bangza. Ano milizay kiso to mato asay i niaro no bangza i.
你将会钦佩阿美族的智慧。如果你去请益阿美族部落的长辈。哦，好，能的好。Umama sapa kisutu anang no pangcah milicai kisutu matu asai iniaro no pangcah哦，很厉害呢。Umama sapa 就是你将会钦佩阿美族的智慧，anang 就是智慧，no pangcah 就是阿美族哈。如果milicai kisutu matu asai iniaro就是部落。如果你去请益阿美族部落的长辈，真的确实，我们很多地方不懂的，就可以请益部落的耆老我们的阿塞他们的智慧很丰沛我们不懂的他们都知道，所以要趁马多阿塞还在的时候，赶快去请益哦。好，阿赖吉艾丽斯安好，妈妈沙巴就是钦佩的意思。写的句子非常棒。好，继续努力哦。明天将要，这个是，如果我们要把未来的时间复习，我们可以写阿努吉拉阿米哈扎明年，下个月就是未来嘛。下一周还没有到，所以未来阿努吉拉阿礼拜。我妈妈沙巴真的厉害，将会钦佩。刚刚有一个我妈妈是发，也可以弄妈妈是发吗？那个刚刚爱丽丝写的钦佩，妈是发，妈妈是发也可以妈妈沙巴跟妈妈是发都是钦佩的意思。好。下一句马拉多马古尼梅花，你的中文，然后滴滴套慢慢写，你完了写完了再念。Paturungan tunu中文，patungalan tunu中文ini。你看，你可以说吗？还是你还在车上？如果你写着技术上面是欧西哟。等一下，我还没有写到翻译。等我挂冰，然后搞把主要跟那个我等我挂冰上。係，啱麻煩啊，個luma。大家好都好，把主要跟那個等我掛冰。係，一定你三個獨路號將要就是未來式。你拿給他以後，大家一起練習。你來度？有，你來度？我先說。係，matuka kisu umamanika ko orip numiso。對。如果你懶惰，你就會貧乏。你就會窮乏。Hati ako so no matuasa ano maralo kiso zai kanikau kiso sa ko so no malitangay. Ni soal kula. Nat sa katusay matalay to ano matuka kiso. Malalaway ko lang ko orip no miso. Mararaway ka kafkangay. Ay malalaway ko lang kafkangay. Matuko sa matuka. Hay haw. Matuka kiso umamanikau ko orip no miso. 句子很好哦。如果你懒惰，你将会贫乏。对，我们大妈都梅花情绪。阿情绪。你还好的，第二天又阿嘎嘎多嘎。你那那么给他好。
はい、马拉松的马古古尼苏贤，阿迪苏贤。はい。はい。O mamasasak naniniaro jifaki anubabatem。舅舅明天早晨将要从部落出来。好哦，苏贤写的都很好。O mamasasak naniniaro jifaki anubabatem。舅舅明天早晨将要从部落出来啊，很好哦。我妈妈早上就是将要出来啊。那尼亚若啊，从部落那尼亚若很少念后会卡住。那尼亚若吉发给爸爸镇就是明天早晨。好，写的都很好呢，我们大家都写到了，大家都很厉害。好，你爱丽丝，请说。Anu awaku dayal nu mita i pusung i u mama aluwanku aluman nu mita i pusung。如果我们在台东没有工作，我们在台东的人口将会减少。哦，对哈，如果没有工作，真的会没有人回去哦，没有人愿意回去部落工作。好，awaku dayal nu mita i pusung i。如果我们在台东没有工作，不送就是台东哈。阿鲁曼古对，我念错了。我妈妈鲁湾古阿鲁曼努米达伊不送。我妈妈鲁湾古当烧阿鲁曼奈阿当烧努米达伊不送，这样会比较好哦。阿鲁曼就人口嘛。阿鲁曼奈阿当烧还如果照你的中文，好，人口。我妈妈鲁湾古阿鲁曼奈。当烧努米达伊不送喊号很顺，有句子努米说。10号awak ko katayalan i galing ko i pusong to maluan to ko tamsaw i niaro 好，很快那个必修正的米说，20分后。anu awaku dayal nu mita i pusung i u mama aluwanku alumanay atamsaw nu mita i pusung。对，阿鲁曼奈阿当烧努米达伊不送，对，很好。阿鲁曼奈人口确实好，你写到了部落的那种现在的就业很少，大家都往台北发展，所以我们部落就比较少年轻人。来，继续哦。好，后外头我们就继续第来以进行式的给他好。进行式是说阿姨现在正在笑小孩。阿姨现在正在笑小孩，就是马达瓦埃及法伊杜娃娃伊马迪尼。马达瓦爱就是爱，这里是翻成正在哈。马达瓦爱，我们范例马达瓦爱就是正在笑。伊法伊阿姨杜娃娃伊马迪尼，好，一样哦。我们现在是进行到进行式这一句哦。我们要加爱，你刚刚上面的是跟就加上 ay 爱。阿姨现在正在笑小孩。马达瓦爱及法伊杜娃娃伊马迪尼。马达瓦爱或者是你写上面的句子马埃鲁赖，我们要加上爱哦。意思就是阿姨现在正在笑小孩。伊马迪尼就是现在，也可以写阿尼尼阿尼尼就是当下或是此刻的意思。给你148哟，第4句。我们之前咪行动词也是常常做这个练习大家也不陌生了，大家都很厉害了。
现在是马行动词。好，我们法律是一大读马行动词。好，这一周开始。马达瓦，马达瓦埃，我们上面是乌妈妈是将要，现在是马达瓦埃，就是正在笑，正在笑。如果你写马埃鲁莱哈，正在思念。如果你写马欧西埃，就是讨厌了，不中意了。马欧西埃哈，就是讨厌了，不喜欢了的意思。在这了呢。Minanam kita dona第几句了？只在读沙读入18第4句读，这个18读好，读先。如果你的字根写马埃鲁赖，好，想念着马埃鲁赖，我们上面的字根很多哈，可以使用的。马欧西埃，或者马埃鲁赖，马福迪赖，马杜阿塞，马萨拉盖，马福迪埃，哈，以上的字根都可以使用哦。我们的例句是马达瓦爱。哦，好，马老多的马姑姑，你数先，数先。Hai, mailulay ci panay dunguhak ningla imadini. panay 现在正在想念他的情人。好，谢谢。好，马伊鲁赖就是正在思念、想念。马伊鲁赖ci panay dunguhak ningla imadini。很好。马伊鲁赖就是思念、想念的。伊鲁就是思念、想念，加上前缀后缀马伊鲁赖就是正在思念、正在想念。吉巴奈杜乌哈，那个乌哈很难念哦。杜乌哈尼拉伊马迪尼，乌哈就是情人，伊马迪尼就是现在。马伊鲁莱吉巴奈杜乌哈尼拉伊马迪尼，巴奈现在正在想念他的情人。谢谢苏贤，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苏贤的句子做练习哈。那麦好给大家们都好多加练习。我们很多字根可以写好马埃鲁莱，或者是马乌西埃，或者是马萨巴盖哈，马行动词。还有其他很多可以写的。美花老师，我辛苦的秘书。好。
好，妈妈过来说啊，就是有点吵。来多。我在外面有一点吵。Malalitai misano amis kako man sa matakat matakat kuno amis asuar numako。我常常说主语，所以我的主语就越说越好了。的确哈，那就是咪，我信呢，很有那个音调念的非我以前不常好。太会讲，我以前不太会讲主语的。后来的时候呢，我以前都被老人家骂，所以就一直讲。对，就一边骂边说边骂这样，就这样会讲，就会进步哈。对对，就那进步。你很耐骂，有的人被骂了不敢说，倒是要骂比较快会哈。那你这样的就是要骂。对啊，学主语，对，学主语要有耐心。Alay. Mararikay misano amis kako mansa mataka ko no amis aswar no mako。我没有说的比你好呢，你说的很顺哈。我常常说主语，所以我的主语越说越好了。美化你念得很好呢，美化你不要再念一次。我看一下哈，好。Maralitay minsan no amis kako mansa matakat ko no amis aswar no mako。对，好棒哦。Mansa mataka ko no amis aswar no mako。真的哈，你很有那个句子，很像有部落的语调哎。这是妈妈讲的话。我读同爱的秘书号都有学到，没有学到不行，会被骂。真的没有人骂我呢。海英。如果有人骂我，可能说的跟你一样好哦。因为你说的真的是很顺你又自己写的又很好。你怎么没有弹舌哈？对，如果刻意的话就要弹舌。我们马拉阿美比较不弹舌，就应该是说我的部落比较不弹舌，马拉阿美其实是很弹舌。是哦，马兰是不弹舌的。马兰比较弹舌，但我的部落不弹舌。是哦，那我们如果你写的话，我们要马拉里塞。对，我们如果教我们的学生就马拉里塞这样。马拉里塞。对，很好哦。你这样念就是让我们学到了。好，谢谢我们的谢谢阿赖美花。继续哦，不能下线哦。好，刚好8:02哦。好，你的好古米顺利带好，继续写。我们现在进行到进行式的那个句子哈。是爱丽丝。真是马呢阿扎有马韩国班扎有马韩国班扎有马韩三五班扎古苦瓜有嘎咕噜好嘎咕噜好嘎咕噜苦瓜苦瓜我是爱技术都嘎咕噜。mau siya ji marang kumandu kakulut imatini saka makapoi ai no ina jina。马浪现在讨厌吃苦瓜，所以他被妈妈骂。好，谢谢。好，我是爱ji marang kumandu kakulut imatini saka makapoi ai no ina jina。很好。嘎咕噜就是苦瓜，嘎咕噜对，有一个日的音，嘎咕噜，嘎咕噜就是苦瓜，你写对啦。那个大牙令也是苦瓜吗？那是轮胎茄，也算苦瓜的一种。大牙令，你有吃过吗？马来都技术好像有吃过。大牙令就是圆圆的那个，对，那个就是嘎咕噜的一种，也是阿能个来苦苦的。跟那个嘎咕噜的苦苦一样。对，那个是轮胎茄哈。好，我喜爱哈，你用我喜爱不喜欢不是好。对，谢谢你，爱丽丝。
很好哦，继续努力哦。还有哦，现在我们进行到第5句哦，进行式哦，还在进行式，我看1、2、3，第4句。好，还有人写吗？还是还没写完？刚刚是休息10分钟哈，我们这个还没有全部写完哈。如果线上还有人在进行写句子，也可以随时传上来哦。苦瓜就是嘎古 root， 没有别的说法哈。你讲的那个轮胎茄就是嘎牙令。我们的范例是马达瓦埃及法伊杜娃娃伊马迪尼。如果没有了，我们就接下一句哦。第5句，现在完成式。中文是阿姨直到现在还在笑小孩。马达瓦埃吼吉法伊杜娃娃达哈阿尼尼。马达瓦埃吼吉法伊杜娃娃达哈阿尼尼。马达瓦埃吼，这里的埃吼就是还在。马达瓦埃吼还在笑。吉法伊杜娃娃达哈阿尼尼。这个是现在完成式哦。好，那咱们大古尼呢句子哈，如果是照你上面的，要加一个 I 后还在。马达瓦 I 后，马埃鲁来后，马欧西 I 后，达瓦是我们的范例，那我们要换上面这几个字根号，你南好，法律针对你，妈形动词就这些哦。好，马达瓦 I 后，我们要加上 I 后 ，I 后这里就是还在的意思哈。现在完成式，阿姨直到现在还在笑小孩。那么努米达古尼哦，我们来做练习。线上的好朋友要一起书写练习哦。那么努米达古伊迪里斯在教，那麻烦那都给打好。像刚刚线上的，有的念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学他的那个念法。在这里努米达一点点，现在完成式。马达瓦埃后，法律真度鲁马安字根哦，也是骂形动词。好，我看一下有人写完了哦。来，你把那首先。Ay, mailulay ho ji Alik ji inaan ningla dahanini。Alik 直到现在还在思念他的妈妈。好，谢谢苏贤。他写了 mailulay ho ji Alik ji inaan ningla dahanini。Alik 直到现在还在思念他的妈妈，直到现在还在思念哈。这是 mailulay ho。你刚刚写的句子，写的字根就加上 I 后就可以了哈，或者是你要换别的字根也可以。好，马伊鲁来后还在思念，还在思念的意思。好，
谢谢我们的苏贤，他写的很快哦。如果你按照之前的字根哈往下写都可以。I hope 就是还在的意思。好，你 Alice。FDI ho jitumai taha kalahokan ma bazai do jina a dara pitusahan a miskin。鲁麦直到中午都还在睡觉，他已经迟到去学校参加考试。哎，哦，很棒哦。FDI ho 对，还在睡觉。jitumai taha kalahokan。读麦直到中午还在睡觉。Ma apa tu jingra dalam pijuraran miskin。miskin 就是考试。他已经迟到去学校参加考试。写得很好哦。就像这样子的马形动词和马佛的哀后，我们现在是到现在我很城市嘛，所以要加上哀后还在的意思。谢谢 Alice。好，达拉比祖拉让就是学校，有的是达拉比比里让，都一样是学校哦。两位的句子可以请大家做个参考，希望每个人都要做书写练习哦。那么努米达不难呢？温妮娜句子，那么到我爱后主要是加上这个还在。艾鲁来后，我福的爱后还在睡觉。那么艾鲁来后还在思念的意思。如果你不会写，你可以参考参考书写，还有 Alice 的哈，复制贴上就修改。其实很多啊，我们很多妈型动词这里你好，妈型动词，那个得来后也可以哦，或者是马里昂爱后，或者是马菲朗爱后，马瓦港爱后之类的。很多可以写的动词字根做切换。那么咪哒试试看。线上的可以尝试一下哦。你没有写你就会马虎给好，就像那个真要讲梅花哈都被骂了，都会的。梅花。哎，等一下啊，好，aku di ai ho ko aku di ai ho ko wawa agak tanga yang ko nyeha namo。孩子还在睡觉，你们的声音不要太大声。对，就是类似这样子。哀吼，好，我福的哀吼古娃娃，大家打打安安古尼哈，那么孩子还在睡觉，你们的声音不要太大声。哎，很棒哦。我福的哀吼就是还在睡觉。哀吼，我们主要就是做这个练习。上面有度跟五嘛，还有一个爱，接下来就是哀吼。接下一句就是 I do 哈，我们继续做练习。好，现在完成式喽。还有人写的话没关系哦，慢慢的写，写完了就上传到我们的通话中的信息栏里面，我们大家做个参考，也让大家学习你写的句子。好，那懒奴都哟。我们的哀吼写完了，我们再继续看过去完成式。阿姨已经笑了小孩3天哦，阿姨已经笑了小孩3天。我班这还好，嘛，到我爱读几嘛，到我爱读几发音读娃娃，读鲁阿鲁米阿。我再念一次，嘛，到我爱读几发音读娃娃，读鲁阿鲁米阿。就是 I do 就是已经笑了。
Matawa aitu Jifai Duwawa Dulu Arumi'at Dulu Arumi'at 就是3天过去完成式。阿姨已经笑了小孩3天。那小孩子一定很好笑哈。阿姨笑了3天。Matawa aitu Jifai Duwawa Dulu Arumi'at。那能不能咪大姑你好，达瓦改成其他的动词。这边的 I do 就是已经，do 就是了的意思。阿姨已经笑了。如果你中间的字根要换的话，意思就不同咯。你可以写下米花叫马福迪 I do。你不要换字根的话，你就沿用你前面的字根来做练习。这里的范例是Matawa aitu Jifai Duwawa Dulu Arumi'at。Dulu Arumi'at 就3天，你可以把天数改成Lima Arumi'at，或者是Dulu Lusa Arumi'at，是在Arumi'at。时间副词可以改哈。或者是Dulu ada Dugian，好，我们笑可能只有笑1个小时，是在ada Dugian。Ini tuh kita 一过去完成式号。如果上面几句有人要学习，也可以再做练习哦。就是现在完成式或进行式还没有完成的句子，也可以随时上传。哦，好，马能爱多诺妈姑姑你梅花，梅花。你有开麦吗？我先读过的秘书。梅花，开麦克风。你下线了，那我帮你念，他可能在外面哈。那等一下上线，你再念其他的句子，我先帮你念哦。Mafuti ai tuku wawa. Aga tataangan tataang aga taangayan ku niha namu。孩子已经睡觉了，你们的声音不要太大声。Mafuti ai tuku wawa。ai tu 就是小孩子已经睡觉了，你们的声音不要太大声。Aga taangayan ku niha namu。好，我帮你念咯，美花。ini 过去完成式咯。dalam kamar minta-minta 号，就几句的句子。Matawa aitu Jifai Duwawa Dulu Arumi'at。我们照第6句读好。你来hukum itilifai dalam kamen do bacakat。上传我们可以讲把 affair 或者是把 zakat 上传上来。马老头的马姑姑你出现。Mafilangai tu kulasinsi tu midililai tu sa datukian。那个老师已经对学生生气了2个小时。好，非常好哈。
Mafirangai tu kurasinsi tu. Midililai tu sa'ata tukian。Mafirang 就是生气，对他们发脾气。那个老师已经对学生生气了2个小时，非常正确哈，写得很好，可以让我们多学习。Mafirang 生气、脾气哈，Mafirangai 就是生气了。Mafirangai tu kurasinsi 那个老师对学生生气2个小时了。好，谢谢苏贤。Datukian 就是时间哈，Dusa Datukian 就是2个小时。好，接下来Cindy，你好。你好，欣欣。Jalan aku hao. Magdalay tu Gina Itakwanan Dusa Rumias。妈妈已经对我生气2天了。好，写得很正确哈。Magdalay tu Gina Itakwanan Dusa Rumias。Magdalay 就是生气哈，一样生气。妈妈已经对我生气2天了。Dusa Rumias。好，很好，谢谢我们的 Cindy。Mafana tu kisumi Oshihao。Mafana tu mitilis。好，saya jalan to yo。嗨，好，好，线上的老师或者是好朋友继续努力哦，一定要给他过去完成式。如果还没有写的，你可以做练习，还有上面几个做参考哦。我们有参考一下，就会很会写了。好，接下来 Alice， 比如说都。Masasakay ko modap ajishal itazaya flash ikakalayan saka u mami bana 及后一读吉沙尔。中文漏掉了，我应该说中文应该是有10个太阳已经出现在空中1个月了。后羿将要射下太阳。那聊问他嘞，修正一下，好，聊问你很快呀。好了，该给说咪聊。像那个苏璇跟先迪写的也是很好哈。Magdalay tu 有加上 I do 哈。我们看，等一下你 Alice 好，还在修正当中。你聊完后听啦，那其他的可以继续努力哦。好，Alice 阿弟。Masasakay ko modap ajishal itazaya flash ikakalayan saka u mami bana 及后羿读希瓦吉沙尔。10个太阳已经在空中出现1个月了，所以后羿即将要射下9个太阳。你那个马萨拉盖度吧，马萨拉盖度，你那个是马萨，你写到 DA 了，可能多马萨拉盖还马萨拉盖度，马萨拉我们上面一个有没有马萨拉？第6个字跟萨拉，马萨拉就是我被那个歌曲影响了。真的。玛莎莎的估计可能被那个歌影响。有这首歌有哦。玛莎该读就好。好，我修改一下。刚好中秋节了，玛莎拉该读古弗拉也可以哦。玛莎拉该读古弗拉有3天假期，大家都回部落了，回故乡喽，或者是连假大家都去玩了，所以只有我们很认真的同学在线上上线。好，你们都是最棒的。玛莎拉该读，你写到玛莎拉该读，等一下可以请你唱这首歌哦，刚好中秋节。好，好，那我们先看吴连成吴老师的一个米说什么？对，技术好。
赶上了，来，米勒德有其妈妈都给让都萨都礼拜，爸爸已经砍树2星期了。哦，好，你的这个都还很好，那这就是砍嘛，那几妈都给都萨礼拜，爸爸已经2星期了，哦，很好哦，哦，好，能大过你修改呀你，爱丽丝，来，我先读一首。Masa sakai to ko mo tep a kisar I zazai a flash I kakalayan. Taka u mami pana 及后羿都希望吉沙尔这样子。好，很好了。Masyarakat tuku mutep ajilar zazai a flash I kakalayan. 一直在，你这个1个月了，应该是说 Masyarakat tuku mutep ajilar zazai a flash， 应该是zazai a flash。我卡萨拉努吉拉伊嘎嘎拉样，如果是按照你的中文，这个太阳已经出现在空中1个月了。怎么修哈？线上的，如果是我的想法是说，只在读阿弗拉古卡萨拉，如果是你有马萨拉读古，我的阿吉拉伊嘎嘎拉样，只在阿弗拉这样子换应该是比较好。只在读阿弗拉。可以吗？Masyarakat tuku mutep jilar只在fular ikakaraya 这样是不是有比较顺？那个我妈咪班那之后一读，希望jilar 后面的句子是对的，我们先瞧前面的，看怎么顺。好了，刚刚头一声了，天上的想一下。如果是说此个太阳已经出现在空中1个月了 ，Masyarakat tuku mutep ajilar I kakarayan zazai do afular 可以哈？吴老师这样是不是比较通顺？他如果写 mutep ajilar I zazai afular I kakarayan 就不顺了。如果照我们的语法。Masyarakat tuku mutep jilar I kakalayan都只在afular，这样是比较顺。我越念越奇怪哈。来，再念一次。Masyarakat tuku mutep jilar I kakalayan都只在afular。哦，对，这样子就他们爱多马蒂尼。因为你的中文是这个太阳已经出现在空中1个月了，对，应该是这样。线上的没有意见是应该是正确的。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感谢大家那么用力的写。好，这个过去完成式写完喽，完成喽。那接下来未来完成式多号，阿姨等一下就要笑小孩了。Umama tawa tu jifai tuawa anhuni，就是未来完成。阿姨等一下就要笑小孩了。Umama tawa tu jifai tuawa anhuni，等一下就是 anhuni，就要就是 umama tawa tu 就是了的意思。好，一样哦。那能不能没打过你难号？第7句了。妈妈到我都如果你上一句的是我妈妈非常多我妈妈乌拉多就给它写上来哦。第7句的给它哟。
那个后呢，我们也可以换成以阿要努格拉后干，中午以前啊，时间副词我们可以写以阿要努，爸爸真和以阿要努呢，格拉菲安之类的。我妈妈打我读起发音读娃娃后呢可以换成以阿要努格拉后干。我妈妈打我读好。我们把中间马达瓦换成你想要写的妈型动词。这边要加上乌妈这个红色字体哈，乌妈妈什么乌妈，再加一个度，乌妈妈乌西度或者是乌妈妈伊罗度，打瓦把你针对其他的妈型动词。大家再努力哦，在责任要米苏里。我米娜娜玛努米索，我大地里生努米索，好，厉害好过法法利真啊，这更好。这边妈妈里昂多，妈妈皮让多，都可以套用哦，都可以换一下妈型的动词。米娜娜，如果这13个动词妈型动词你多做几次的练习啊，相信你的书写能力一定会增强。好，接下来好，马劳诺马姑姑你说先，请说。哎，我妈妈付的都个够一阿要努沙否读啥读记，我12点以前就要睡觉了。好，能大姑你说先好，我妈妈付的都个够一阿要努沙否读啥读记，我12点以前就要睡觉了，对，很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写成以阿要努，就像书贤写的以阿要努沙否读啥读记啊，有的人是11点睡觉，以阿要努沙否只在读记啊，这样子写。妈妈付的都好，就要睡觉了。好，妈妈付的都就要睡觉了。哦，写得很好哦，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书贤写的句子来做练习哈。然后呢，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时间副词，就是以阿要努什么时间？以阿要努嘎拉胡干中午以前。以阿要努嘎拉边就是晚上，就是晚餐以前，晚上以前，几点钟以前都可以哈。好，吴老师，努米说多。没有人了。好，你呀，艺术。我妈妈的高都起因那都巴里丁安努达法。妈妈明天早上就要搭车了。哦，好，米沙告哈。我妈妈沙告吗？对，我妈妈大告准备要坐车，还没有坐。就是妈妈沙告，就是正在准备哈。对呀，还没有。我妈妈沙告都起因那。都巴里丁安努沙法。好，妈妈明天早上就要搭车了。
妈妈发告，对呀，这个海岸的也是妈妈发告号，跟有的修波罗妈咪咖喱，有的妈妈咖喱，或是有米咖喱吗？妈咪咖喱产的努你们我们花莲的叫妈咪咖喱。我们后来我叫妈妈。看到那个我们的族语一乐园那边也有妈妈发高山文化片那边，妈妈发高还一样，那比较古老的话，比较以前是，那么多阿山都阿在教过你妈妈发高，之后了就很少说了，所以我后来有听到妈妈发高这个词汇。好，谢谢我们的请谢号，我妈妈发高多几，伊那多。马里辛，马里辛好，努法发，马里辛就是车子，搭车，妈妈发告。好，谢谢吴老师。你爱丽丝，那么说的，哎，嗯，妈妈莎莎多过 flash i ayaw no kalapian ati dalaan kita minanendo flash anime。晚餐之前月亮就要出来了，来吧，我们今天去看月亮。哦，对，刚好今天的月亮怎么样？有圆吗？还没有看外面哈。好，我妈妈莎莎多过 flash i ayaw no kalapian。晚餐之前月亮就要出来了，阿弟，来吧，Daerah kita daerah kita minang tuh fulas anini. Daerah daerah kita daerah ita 应该是 daerah 对，台湾 ita。一搭，好，我对，再改一下。我们今天去看月亮啊，daerah ita 这样。哎，好，爱丽丝，你的歌还没唱哎。马不记得个歌。你刚刚说写错，你被那个歌词影响，哪一首歌词？哪一首歌你想听啊？想到再唱好了哈。好，你修正一下哦。给了 N 一搭才对号。谢谢爱丽丝。好，星海哦，你的马老给说，星海老师，能没说多？要开麦克风哎，华灯鼓麦克风。Hai. Bunun ako. Umamalingat to ikurno ranam chi malikai 早餐后这个餐后哈，啊，这个对。餐后哈，早餐后早餐后上班赞，哎，好，对不对？大家都好。我对吗？们马里纳都一个努，让南吉马里盖。对，我妈妈林阿都那个五要分开一点，然后我妈妈林阿都，大麦都那个五要空格号，一个努让南。一个努让南吉马里盖，好，很正确哦。谢来谢我们的马里盖，中秋节都好，每方都嘟嘟噜噜米啊，晚安对噜嘛巴憨憨，来，蛮憨的古月饼，还你会说吗？去年我好像有讲过，蛮难，我忘记了，我要找想一下。中中秋节秋节也了好，中秋节刚刚好，有明天要放中秋节，中秋节，蛮中憨。秋我要找我的资料，去哦，年真的哦我有讲等一下这个中秋节的课程啊。对哈，弟弟跟过中秋节都月饼啊、月亮那些去日子啊，年我好像也写，我要找资料，我忘记了。那个月都中秋节哈，嘎夫拉善他们，呃，比少沙滩他们也不好是吗？像不是这样子不哦。是哈，嗯好，我再没关系，想到再分好享哈，好的，谢谢。好，好，们能爱动动吗？姑姑你，爱丽丝，聊完头没我西，哎，我妈妈莎莎多过 flash i ayaw no kalapian ati dalaan ita minanendo flash anime。对，这样就马达马的好。
Umamasalah tuku fulah ayaw no kalakian. Pati Daraan ita aminang tu fulah amini。很好哦，会了哈，我们把那都给收哟，很厉害。还一下次请你唱月亮歌哦。我不记得个哭。我不记得一个时就要学。你看到那个梅花老师都被长辈骂，他就越骂越厉害了。哦，马上个别拿拿炮就很棒了，谢谢。好，老师，我有问题。老师，那个马萨萨，那个搭车是用米萨萨还是不是那个什么米萨告还是马萨告？他刚刚是写说米萨告是上车嘛，米行主动嘛，上车。马萨告他这里是说就要搭车，这不是被动吗？马萨告是被动啊，他是说要搭车。妈妈，对啦，如果是妈妈不是将要吗？妈萨告将要被妈咪萨告才对哈。那是不是如果是妈妈萨告就要你那古巴里信这样子？被妈妈搭车了是吗？妈咪萨告才对哈，妈咪萨告就是要妈咪萨告。妈咪萨告就是因呐，用对妈咪。如果是主动的话，应该是妈咪萨告。对对对，那这个怎么改呢？再修正。如果改成妈咪萨告就对了。对对，妈咪萨告就是因呐，都巴里信阿努萨法，这样哈。对啊，因为我查好像是咪型的，妈型就变被动，好像就变被动。好，我们写起来。妈妈拉高度，好像如果是被动的话，就是那个车被妈妈搭上了，被动嘛。妈妈拉高是这样的意思吗？对啊，是不是就要变成妈妈拉高度你赢啊，古巴黎信，用你赢啊，对，古巴黎信这样。对对对，确实。那你再给他修一下，写在给他复制贴上那个。如果是照你这个念的话，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我用语法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有别种用法。因为他可能吴老师可能是他常这样讲。如果是照语法的话，我们还是要以正确的语法来学，可以啊，不会怎样。因为反正我们都是学习嘛，我们语法我们很会说哦，但是在语法上可能会比较不会。对，因为我想说主动被动有点搞不清楚。对，我也是搞不清楚哦，所以你要用写的。反正我也是在做中学学中做嘛。好，谢谢老师。有时候我写主语是很厉害，但是要我翻成中文都很没到位。所以我也是在学大家哈，谢谢。好，那可能要用写的，大家都可以做参考。好，那我们这个未来完成式大家还有在写吗？如果还有没有写的也可以继续努力。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哦。这个是肯定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是疑问句咯。我们接下来就是疑问句。奶奶笑小孩吗？疑问句。刚才是肯定句哈。Matawa jimamu duawa how 就是有一个 how 就是疑问句的意思哈，那个音。好，我们进行到现在简单是这里哦。中文，奶奶每月笑小孩吗？Matawa jimamu duawa tu fula tu fula how 再念一次哈。Matawa jimamu duawa tu fula how 奶奶每月笑小孩吗？我们一样哦。Matawa要改之前那个妈型动词号。Matawa改成你刚刚写的字根也可以哈，就换妈型动词，把Matawa改成别的动词哈。
好，我们现在练习，现在简单是这一句哦。第一句，伊萨嘎自在，马达瓦吉马木杜娃娃杜弗拉弗拉好，杜弗拉弗拉好。每个月就是赌弗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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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就是赌耶扎扎。如果是每周赌比利巴利拜，赌比利巴利拜，赌鲁米阿米阿，赌弗拉弗拉。哦，这边有好，这是疑问句哦。马达瓦吉马木赌娃娃赌弗拉弗拉好。奶奶每月笑小孩吗？哦，我们上一个单元是肯定句，现在是进入到疑问句哦。伊萨嘎兹在第一句，那那么那么大号，马达瓦，我们要换成马菲让也可以哈。我们妈形动词有好几个动词字根可以使用，可以做练习。我们今天就练到疑问句这里，伊萨嘎兹在。时间过得很快哈，就要将近9点钟了。好了，嘎古吉刚，努米达米南南后2个钟头很快就要过去了。相信大家今天也学到很多的句型。好，好，能大过你爱丽丝，爱丽丝。はいマササコフラシトシャシャヤシャヤ在爱嘎萨沙古弗拉沙沙亚沙亚。月亮每个晚上都出现吗？不是的，月亮并非每个晚上都出现。哦，好。马萨法古弗拉多沙沙亚沙亚。疑问句哈。月亮每个晚上都出现吗？在爱，不是的。在爱嘎萨拉古弗拉多沙沙亚沙亚。你这边少一个度啊。哦，好，我补上去。在嘎萨拉古弗拉多沙沙亚沙亚，对，好，一个疑问再回答一个肯定句哈。好，谢谢你啊。马萨拉古弗拉多沙沙亚沙亚，一个好吧。马萨拉古弗拉多沙沙亚沙亚好呀，就是如果按照我们这个疑问句后面加一个好，爱丽丝，再加一个好。在爱嘎萨拉古弗拉多沙沙亚沙亚，越写越棒哈，越写越好。修正的好，的还是本好。はい。マササコフラシトシャシャヤシャヤ好。在爱嘎萨沙古弗拉西多沙沙亚沙亚。对，非常好，这样就对了。来，谢谢。一记都给说麻烦那都好。好，线上的在责任哟。继续努力，我们还有时间。今天可能就先学到疑问句的第一句哦。好，马勒米达古尼，我们就延到下周了。原本今天是一位高老师的课程，因为中秋节了啊，他有事情。那好，梅花，你们说嗨，马拉鲁几个照多罗米阿米阿好。嗨，马拉鲁几个照多罗米阿米阿。大家每天都很勤劳吗？
是感到每天都很勤劳。对，哇，你的声音依然清脆啊，很清晰。Malaluk jika kau rumi ami hao， 还Malaluk jika kau rumi ami。 对，很好哦，是不是非常简单美化？Malaluk，我们的马达瓦改成Malaluk就对了，谢谢。打仗每天都勤劳吗？是，打仗每天都很勤劳。Malaluk jika kau rumi ami。 谢谢我们的美花。以拉或后，我们可以继续等哦。我相信大家还在努力的写。线上的我看有的都在听说后，也可以自己自行练习。很厉害的都可以书写的，都可以念的。我们给那个正在练习的其他的学员有机会在旁边旁听哦。所以阿嘎嘎也可以给大号读烦恼，因为毕竟族语这个学习要很长的时间，还有的还没有勇气说号。我也是鼓励年轻人多旁听，有机会可以自己练习写，自己念哈那古号。所以我们都可以邀请很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学习，国中、高中、大学的也可以主要我们要传承我们的语言，就要靠我们自己一起努力来学习，一起来推动。好，苏贤，请说。Hai, 嗯 Magder jibanai do wawa ningla do rumiami ash。 好，板奈每天对他的小孩生气吗？在爱Gagder jibanai do wawa ningla do rumiami ash。 没有，板奈没有每天对他的小孩生气。好，谢谢苏贤。我们写的句子其他的人都可以参考特别是旁听的年轻人我们看我们老师在线上写的也可以学习自己写哦。好，我念一下苏贤写的。Magder jibanai do wawa ningla do rumiami ash。 板奈每天对他的小孩生气吗？在爱没有在爱Gagder jibanai do wawa ningla do rumiami ash。 没有，板奈没有每天对他的小孩生气。对，谢谢苏贤写的句子非常好，我们也可以多学习哦。还有其他的年轻人也可以自己练习自己在旁边自己练习念，自己练习写，或者是复制以上老师写的当做自己练习的句子也很好还有吗？好，额外都好，你来后再等一下下也可以。3天的假期，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哟！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那个好，玛丽盖在线上吗？中秋节怎么说了？跟很多。我们给你们我的资料嘛，我等到之后我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再播出来。马达乌苏古鸡缸呢？马达乌山就是时间到了我以为你找到马达马迪说啥个过后，刚好明天连续做假期。好，还都记了都伊拉好过鸡缸的米达米娜娜，还有机会伊拉好过时间里的米娜娜都假期的说法。额外都好。不耽误大家要休息的时间，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来上线。Minanam kita tu saja numita hao ami taus tu wawa ita azami 邀请读习读好的你线上Minanam，我们很多的课程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希望大家不要吝啬哦。刚刚乌鲁吉大号，希望我们的语言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好，中秋节快乐哦！时间到了，节快乐，平安喜喜，平安，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快乐，来，谢谢，阿来。